来看这清明连假的头一天，这国道交通状况，伫咧国一、国三，抑个国五路南拢是车真多，规天的这个交通量呢是平常时的1倍半。啊，那国道3号这清水服务区呢，甚至是提早2点钟就伫咧做生意。啊，那讲到这明仔载是真侪人会去陪忙祭祖，甚至是出门去佚佗，也建议民众明仔载就爱提早出门，也当利用这替代车路。想要停车爱排队，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早起有真侪车入来。清明连假头一天，中部天气好天，有民众7点为家己出发上北，要来台北扫墓，干嘛点半钟就到台中，路况也算真顺。嘉义到这里清水站，在8点半以前我们下来，都很好。对，北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清水服务区是伫国道路南上北的中站，业者考虑清明特别的节日，提早2点钟营业，预估连假4天会有12万人，比去年同期成长1.5至2倍。我们预估这4天大概人潮会有大概有12万人哦。是卖场的部分其实有提前到7点营业，提前2个小时哦，因为扫墓的部分都是比较早的。高公桥表示，头一天规天国道交通量预估是124万车公里，主要以路南的车阵较济。下晡国一杨梅到新竹、后里、湾林，国三三燕到大溪、国五石碇啊、平南、头城这路段车真济，其他的路段大概上正顺。西部国道的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，而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的话，南向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。另外，同时也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、替代国道，像利用台61替代国1、国3。高公桥讲，连假第一天扫望旅游车阵拢会出来，建议西部国道甲国五的用路人提早出发，再去国一甲国五路南的部分路段入口拢封起来。下晡国五上北是有高承载管制，出门爱做好功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